湾话艺术水个好，搁请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好朋友，咱来回想讲民间的歌仔戏、布袋戏，定定咧做迄个卜情人，讲到伊的名，你就会家己出去，或者周成，或者陈世美，这款人拢共款。放某放囝伫咧故乡查康美尽哦，即句查康美尽是台语4字的成语，这正就是后壁这2字咧加强口气，咧补充说明头前迄2字的意思。查康无查汤好行，就要出去捡茶。王宝钏苦守寒窑，就是查康美尽，连米都无得去借啊！爱用这2字美尽来补充来解说头前，来加强口气。台语的成语特别有的情形。四句连过去台湾歌伫咧唱，敢毋是表明讲，旧年你要出外做头路，我也借钱互你做船租，踏着好地步，无囝全无顾。你若遮糊涂啊，遮糊涂，这正正就是周成因某金枝仔的造物呢。我的翁婿音信全无，人伫咧他乡外里。对，这句他乡外里，原来国政伫咧讲，加强口气，解说补充。他乡的乡，甲外里的里，意思相像呢。他乡的他，甲外里的外，意思嘛共款呢。安尼讲他乡就好啊，是安那讲他乡外里，就讲4字斗落去，音较好听。毋则后壁这2字咧补充加强头前的意思，讲翁婿已经伫他乡外里，无得讲伫咧逍遥啊，未必然啦。毋则共款这条。我军啊话的台湾歌，有安那歌词唱讲，若有写批转来烧酒问，我也甘愿拖磨心袂酸。路头遮尔远，叫阮怎拍算？为你挂心肠啊，挂心肠，因为你拢无转来烧香点火嘛。这就是以庙宇咧比拼，讲信众毋通安尼，普通时啊拢无来烧香点火，一个有代志临时抱佛脚，才赶紧讲要来哀求保庇。烧香咱知影。3炷香插落去，叫做烧香。来讲点火，事实吼，为着这4字要斗好较好叫咧，讲点火。论真讲是点烛啦。点火嘛是国政头拄仔咧讲，咧加强补充说明头前烧香的意思，就是讲你拢无来烧香，无来点烛，无可以讲我做某安尼伫遥远的故乡，伫咧心酸，伫咧等待，伫咧目睭腻腻看，伫咧唔愿。